苏花改是花莲人梦的十万久的一条路，谈到二战后通查，花莲严重几百位了。其实按算苏花改通查过后，会有几多菜、几多人气，北片的宜兰苏澳同南片的花莲，如作为许多的准备。对一个批发透露，都同观光产业扩大规模，甚至房地产业如等论呢。等生下来会有按多么嘅生意好做。连接苏澳同花莲嘅苏花改工厂目前做出，也两片嘅体景已经悄悄改变了。今日喺平常时嘅下晝時頭落定雨，宜蘭蘇澳夜間高屏觀光工廠全無受影響，還係飽滿的人客。一共有9種口味，你都可以挑選自己喜歡的口味。開台人員過後夜安內，人客見此時，我買嘢登錄一下尾就拖到鬼佬咩慢。來抽鹽哈。當頭前的師傅警告，他人隨時同數製作糕餅，沙搞到忙吉痛，忙吉歡喜。觀光工廠的話，其實很適合，就是親子啦或家人、大小團體這邊的話都很適合，因為這邊1樓的話就是有提供我們公司宜蘭餅的伴手禮嘛，那2樓的話呢，就是有團體或者是說，公司旅遊都可以到我們樓上去參觀，或者親手體驗自己親手做的宜蘭餅。人腳大有皮，頭家燒到最初好唔少。事實上，我有幫忙領人客，頭家存錢存到牙齒時嘅，一旦重要嘅就係亞價嘅交通便利。是因為這邊主要它有一個地利之便，因為這邊不論你要去花蓮或者是回來，一定都會經過這裡。而且呢，我們這邊從國道5號，就是蔣渭水高速公路溜下來之後呢，其實不用到10分鐘就可以到，其實是非常的便利。國道5號蘇澳交流道下尾海山西路，喺漢擺蘇花改通查過後，天錯會對亞個嘅一條路，青島城里人看準嘅亞隻嘅天錯作為上城里，除了亞下游嘅高屏觀光工廠，去年底能開張嘅美食觀光工廠，還有2間觀光工廠整體結起，等等就會形成一個觀光工廠嘅總頭。我們對面嘛，已經有另外一間是食品工廠。那之後呢，可能在暑假的時候，有一個就是類蠟筆的工廠也會過去。那在我們隔壁也有新開的餐廳，所以這邊呢，你要玩啊，要吃啊，其實都很方便。在海山西路，也就是國道5號末端下來，將來要銜接到蘇花改入口這個部分呢，目前已經我們看到很多觀光工廠已經開始營運或正在興建當中，或很多餐廳也開始在沿着海山西路在加緊趕工在闢建。唔單止近期觀光工廠有人受騙呢，蘇澳市區愛偷到蘇花改嘅龍後，那白天錯會改色差，二山橋改山工廠已經提嘅作為，按算屯20公尺發的橋位，批發到117公尺。公路總局部分呢，也把這一個從高速公路下來要銜接到蘇花改入口這一邊的道路呢，一直在提升它的服務層級，包括在蘇澳市區內這個跨鐵路的基山橋的改建等等哈。那其他包括市區道路系統，那這個縣府跟公所這邊呢，也都全力的在做整合，包括一些攔截式的停車場等等。蘇花改南片嘅花蓮縣未準備好未？花蓮縣政府計劃囤積93件土，起腳點到8公里亞界，對本單嘅2000土批發到20公尺嘅態度。按呢來亞觀光嘅差別，所以對台九線直接發到193件土，建設使到南片嘅七星潭風景區。按呢上嘅到韓國多嘅人來亞老了，未解決嘅交通問題。唔過環境差異分析，前一步嘅本審查委員推倒上來，政府按算提工廠冒出以前重新整起。在193線的拓寬上，當然我們第一個目的是為了交通的安全，還有行車的安全。那我剛剛有提到說，因為它路幅小，而且它彎彎曲曲的，那所以這是我們第一個目的。那第二個目的當然就是配合蘇花改的通車。
做按到準備愛來迎接觀光客，唔是講未愛考慮到，因客來也愛睇內歇也。公天老輩太麻雜嘅廣告，下等向應副院長建設太花蓮，地度整體施工有2300人平，40億元，愛做地下4站，提上26站嘅6星級觀光飯店，坦白也會係花蓮嘅觀光氣泡。太顯飯店以外，世間嘅民宿每一間可以有一間愛來搶觀光勝利。但像花蓮市透天屋改造民宿嘅就有2000人間。這10年呐，房間數 over 在市場的房間數應該增加至少在，聽說啦，至少在15000間房間數。哦，這個是保守，光是民宿的部分，哇，這個100萬大軍啊。那再過來。飯店數的部分也增加蠻多的，觀光飯店級的，現在在施工中，準備施工的，還有已經完成的或是已經移轉的，聽說為數不少。將花蓮市嘅環境沒有人知道，而未為大崩到蘇花改，嗰時竟推出建案，特別多位空姐正準備愛去新埔，順後沒有人愛嘅建案，就看到幾千人提嘅模下愛去喎。目前這10年花蓮蛋黃區很多地方都可能都有2倍的漲幅。那說真的，其他的地區沒辦法，還是在，當然比前幾年是漲很多啦。在90年代，有些地區，比如說一坪10萬塊，現在呢一坪都在15萬，甚至到20萬。尤其花蓮市裡面，漲幅真的蠻大的。蘇花改出嘅統查，一下花蓮嘅房地產價市會近來見高，實際來講也未係一個該太應原因，拖到統查嘅時間，我睇來也投資嘅人，唔是講有咩愛看慢，能為賺得到錢。其實對所謂外來的這些投資者呢，他們覺得說，預期就跟之前一樣，雪隧通車，他如果說比如說在08年通車，他可能最近就很多投資客想要進來。那些延宕之後呢，可能這些想要進來的人，想要投資的人，可能就會時間上會有遞延的一個作用。蘇花改係花蓮民意代表爭取蘇花高速公路爭取唔到交通部提出的變更方案，嘅時節新忙爭取嘅立委傅崑萁下後限度嚴重，蘇花改開工。後生嘅搶土變到像咁嘅樣嘅，有才調嘅人想採搶，蘇花改冇準時通查，也都做出投資落去嘅投資客，金主業者也都唔講一定唔會見係。